我现在摆了5瓶药，每颗药片的重量都是10克，有1瓶药受到了污染，导致里头的药片的重量变成了9克。我给你一个天平，你怎么样才能通过一次测算，找到被污染的那瓶药呢？别着急，都是小儿科。等一会儿，我说一句，你说一句。首先，在5个瓶子上面标好序号。首先，给这5个瓶子标上序号，然后用1乘10加上2乘10加3乘10。1号瓶拿出1颗药，2号瓶拿出2颗，3号瓶拿出3颗，以此类推。之后把拿出来的药放到天平上测量重量，再用1乘10加2乘10加3乘10加4乘10加5乘10减去这个测出来的重量，最后得到的数字就是有问题那瓶的序号。就是那瓶了。年轻人有点东西啊。没有，我6岁就会了，小学奥数题嘛。